好，好啦，又到咗瞓覺嘅故事時間啦。今日講嘅故事叫做《城市動物的愛與冒險》。喺一個繁忙嘅城市裏邊，生活住一啲特別嘅動物。佢哋擁有智慧同埋勇氣，成日都幫住周圍嘅人類，幫忙周圍嘅人類。故事嘅主角係一隻小狗，叫小白。佢同嗰啲朋友咧，佢同嗰啲朋友們，佢哋都喺城市裏邊展開咗一場充滿冒險同愛嘅旅程，學習到友誼、團結、關愛嘅重要性。咩友誼啊？友誼即係朋友之間嘅感情咯。喺熱鬧嘅城市裏，車水馬龍，街道上充滿咗人類嘅笑聲同埋喊聲，同埋叫喊聲。喺呢個城市咧，有着好多高樓大廈、摩天大廈、公園啦、商場啦、咖啡店啦。小白咧係一隻活潑嘅可愛嘅小狗，住喺一個溫暖嘅家庭裏邊。佢每日咧都會出門散步㗎，探索城市嘅每一個角落。小白咧非常中意同佢啲動物交朋友，同其他動物交朋友，又交咯，即係認識新朋友。尤其係佢嘅好朋友小貓咪咪、小鳥小藍。每當太陽升起，佢哋咧就會一齊喺公園裏邊玩耍㗎啦，享受住快樂嘅時光。小白同咪咪、小藍一齊度過咗好多個美好嘅時光。小白咧總係樂於助人，幫忙其他動物解決問題。例如，當小藍嘅雀巢被風吹走咗嘅時候，小白同咪咪咧就會一齊幫忙小藍重新重建過一個巢穴。咁呢樣嘅經歷咧，令到佢哋嘅友誼咧更加深厚，亦都令到小白感受到幫人嘅快樂。小白咧明白真正嘅友誼咧係要互相幫忙、支持同埋信任嘅。就呢樣嘢，佢對生活充滿了希望。有一日，城市裏邊發生咗一件可怕嘅事情。市中心嘅公園因為一場大雨被浸沒咗，好多動物都失去家園。小白見到好多朋友喺公園裏邊好焦急咁樣揾避難所，心裏邊感到不安。佢決定要幫助所有有需要嘅動物。小白召集咗咪咪、小藍同其他朋友，話俾佢哋聽呢次嘅危機。佢哋決定一齊行動，幫助呢啲受災嘅動物們。好啦，小朋友已經瞓着咗啦，下次再講過啦，拜拜。